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12册第5课：狮甲鸟鼠。同人囝的狮，伫树仔骹困去啊！所有的动物，毋是恬恬毋敢出声，就是闪甲远远远。因拢惊甲狮吵精神。偏偏有一只鸟鼠，无细字，对树仔顶摔落来，拄好摔伫狮的头壳顶，狮规个摇起来，伸手就甲鸟鼠掠条咧。鸟鼠惊甲皮皮喘，细细声哀求狮仔大王，拜托你饶我一命，另讲我一定会报答你。听到鸟鼠安尼讲，狮感觉真好笑。你遮尔细只，哪有法度通报恩？伊根本就看鸟鼠无点，甲你拆食落腹，嘛无够我食。好啦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就安尼，伊甲鸟鼠放开，互伊走。有一天，狮去互拍拉的蚊仔蚊着，无法度顶动。这个时阵，好佳哉鸟鼠对遐行过，伊看到狮掉伫蚊仔内底，遂用喙齿甲蚊仔咬互断，救狮一条性命。鸟鼠细细只，毋过嘛是有伊的本事来救万兽之王。这就是俗语讲的。懒马嘛有一部踢，鼓励的俗语，爱拼才会赢，拍断手骨颠倒勇，有心拍铁提升尖，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，路无行袂到，事无做袂成，懒马嘛有一部踢。